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 Ice 啊。咁我今日咧就會帶大家去參觀一個咧步行只需要3至4分鐘距離就可以去到地鐵站，而且係位於九龍嘅半新盤。咁其實呢一個屋苑咧入伙大約係3年左右，名為影築。咁其實咧佢係由恒基兆業以及係市區重建局共同興建而成，由一座嘅樓宇咧總共供應咗337戶嘅單位。咁其實呢一個屋苑目前嘅管理費咧，大約係5蚊一尺，而且咧係有會所設備供應㗎。咁對比起同區嘅二手嚟講啦，例如隔離嘅瑞豐啦，最近期嘅二手成交兩房單位大約要去到773萬。而旁邊6年樓齡嘅 The Canton 咧，佢哋嘅兩房單位咧都要828萬。而今日我哋參觀呢一個屋苑咧，佢最平嘅兩房單位咧都只係643萬嘅啫。咁所以對比起呢一個冧心細啲嘅樓價嚟講咧，相對咧都會有一定嘅吸引力啊。咁各位觀眾如果有興趣嘅話咧，就記得留意影片。今日一片係會同大家睇晒4個兩房單位，唔同座向、唔同景觀，而其中3個單位咧都設有名次嘅設計㗎。記得睇埋落去啦。A 單位啦，實用面積377尺，係一個兩房連埋儲物室嘅單位。咁大門一入嚟咧，呢度會見到一個開放式廚房啦，配備咗雙頭嘅明火煮食爐。而廚房嘅後方呢，有一個有窗嘅儲物室。咁再望返過嚟啦，呢度就係客飯廳嘅位置啦。咁就係露台望出去嘅景觀。咁我哋再過嚟呢一度呢，就係睡房。浴室。咁呢度呢，就係主人房。有一個凹位可以做個衣櫃。單位咧實用面積338尺，咁係一個兩房間隔。咁大門一入嚟咧，首先呢度會有一個開放式嘅廚房。咁係呢一個單位望出去嘅露台景觀啦。睡房。浴室係一個名次嘅設計。呢度就係主人房。咁呢度咧有一個衣櫃位。嚟到 F 單位啦，兩房間隔，實用面積322尺。大門一入嚟咧，正面首先可以望到呢一個露台位置啦。咁望出去嘅空間咧都係相當開揚㗎。咁啊轉翻過嚟咧，呢一邊咧就係一個開放式嘅廚房。呢度咧係第一間睡房。浴室。咁另一邊咧就係主人房啦。嚟到 G 單位，呢度實用面積332尺，係一個兩房間隔嘅單位。
咁大門一入嚟啦，首先會見到有個客飯廳位置啦，同埋一個推門嘅客露台。咁望翻過嚟啦，呢度有一個明火煮食爐嘅開放式廚房。第一間睡房。咁呢個座向咧，可以望到啲翠綠山景啦，同埋咧距離樓徑都比較遠，相對咧就開揚啲㗎。咁再過嚟呢度咧就係浴室部分，主人房。啱啱就同大家一次過睇晒4間兩房唔同間隔嘅單位啦，唔知各位觀眾又有啲咩睇法呢？咁其實依家目前咧呢一個屋苑咧最平咧嘅單位入場大約係640幾萬左右，其實相比起隔離嘅二手屋苑嚟講咧，大約需要700幾萬先可以買到嘅兩房單位咧，相對嚟講咧真係優惠啲㗎。咁如果咧各位觀眾有興趣呢一個屋苑嘅話咧，就盡快聯絡我，等我親身帶你哋去參觀啦。鍾意我今次呢條影片，記得俾個 like， 有啲咩意見嘅話喺頻道下邊留言話我聽啦。仲有記得訂閱我嘅頻道，我哋下條影片見啦，拜拜。